上北市总运17特别开幕，目前统计已经有将近60个选手有领证件甲礼物，也毋过有真侪选手伫社群平台表示讲，礼物内底有一个智慧型的装置，那亲像各种是真歹使用，对讲是台湾制造，这实在是无啥面子。由号码等待到柜台确认身份，还佫报名项目，市总运的选手领到证件，还佫柜台礼物是拢真欢喜。 跳舞跳了好多年，就想尝试一下，这种感觉就是会有优越感。25000名选手，台湾选手就19000人。执委会统计买到60成的台湾选手完成报道，拍开这选手的礼物袋啊，有牌啊、环保滚水罐、餐具、包巾、纪念衫，还有智慧随身装置，真侪选手认为礼物袂歹。感觉有惊喜吧，就是该给选手的都有。我们去比世界杯都没有东西耶。穿戴装置吧，有点意外。 大地礼物内面还有运动手表啊，有一寡选手感觉真惊喜。不过这2天有选手伫咧社群平台分享，讲摕到现场测试，才发现讲接触有问题。触碰异常，然后机网傻眼。 这个选手表示，伫现场换手表了后就无问题啊。不过答问了后，有真侪位选手留话表示讲，这操作无优先，功能加良工。请选手们拿着他们的瑕疵的产品到我们的主营运中心来进行更换。我们也通知厂商，厂商也愿意做收送的这个动作。市总运执委会回应讲，若唔是因为造成的故障会当现场换，或者是联络厂商来换，加的钱是由厂商来负担。不过选手认为讲，摕到这种智慧随身装置品质有问题，外国选手若准摕到，敢会去损害到台湾制造形象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